严禅师就安尼讲，去年贫啦，去年贫毋是贫，今年贫。讲入水池地也无讲，迄入水咱拢知影，迄水就是讲定定啊，才尖尖啊，dur落头像一支针安尼尔。连入水池地都无，伊放下甲啥物拢无。其实安尼做，毋是为着咱事。 咱修学道到尾宗旨，毋是为着啥物，为着要恢复本来。咱头前面讲的讲，这个摩尼珠格拉萨米亚要甲伊洗净利益，要恢复本来利益。其实功德自在咱心中啊，当然啦，这有需要靠咱大家来共同勉励，要安怎？ 使咱真正心性会当提升，要会当智慧显现。当然，这爱透过修班啊，所以何老真言，互咱足好诶示范。伊有法度放下，咱即嘛透由修班这个过程，哪牺牲其实业障哪在消，哪牺牲智慧，哪里啊有心经，哪里啊咧显露。通伊道者离。 通伊道者，其实这就是通伊自性，通伊天。伊自心当中闹道，其实伊是无为而为，迄是出性的，是足自然的，迄毋免经过搁思考。伊举手投足，伊举手投足，不管伊是咧扫地，不管伊伫厨房咧料理，不管伊上讲台。 伊若有道，其实伊就会自然的。敢若亲像讲，若是金仔，不管甲做手指啊、做破链、做别事，伊拢是金仔。道就是遮尔自然，道就是遮尔自然。若觅伊道者，既然若是觅，就是讲在找啦，在找向外在找。若向外找，就是表示讲。 伊若是知影自心有佛，自心有道，应该袂向外找。但是毋知影自心当中有佛，所以向外找。若自心无道的时阵，伊所行出来，虽然看着真拍拼，毋过这个办事毋是咧办道。若通伊道者，伊明理，伊敢牺牲，敢奉献，所做。 拢合乎道义，慢免考虑，因为迄个已经伊自性当中自然之事啊。安尼咱今仔要安怎讲来觅伊道，互较来依随前的参考，爱照常入理，认理是修。既然讲向外若走哪远，安尼离自心、离回家的路就哪远。即摆安怎爱回倒转来？ 爱反观自照，反观自照，真正爱照事境来练呢。无咱讲要照常入理，要做合乎理，无照事境来练，有时啊咱离文章安尼看，讲我推一个足可怜因住的所在足拉萨，足太高呀，臭气冲天，日本语是安尼毋过无甲这个身躯甲撩落去，甲这个身躯带落去我真正看到一个电视荧幕，伊的满怀的抱负啦，伊就要去帮助人，要帮助人，伊想要做一寡帮助人的，就是讲伊感觉讲人爱做善，但是拢关伫咧内面，在家己咧研究。结果有一天呢，人甲我招伊讲招伊做伙要去甲人关怀迄个兄弟姊妹，迄个已经兄弟姊妹后山中的，也有破病，内面呢，连咧皮拢已经放药啦，拉屎拉尿，内面会使讲拢迄个歹味足重的。结果人就去到遐，人就甲讲，伊问讲我要做啥？因迄阵就甲伊讲你甲这皮摕去外口晒啦，我来清这粪扫，这污秽啦。结果伊要摸迄个皮啦，伊就一直要吐啦，毋过伊佫硬忍起来，怎啊去外口
做一个深呼吸啊，讲好，从咧冰棒呢，迄是伊家己真正的体会，感觉讲，日本义上讲，敢若家己安尼想讲，自心也无倒哦，真正讲敢若安尼想也袂当真正入境哦，真正有历其境才有印象。咱着爱甲即个身躯讲真正要倒，是真正有法度落实落去甲做，落去甲做，会当牺牲甲做看卖，做咱阁会障碍袂？啊，袂障碍就是倒即相通流嘛。啊，若会障碍，抑阁非倒啊。啊，所以讲医科学要来以注意前现参考。咱要安尼环境中历练，吼，不再搁以咱过去的业习性，咱的个性在作事，着爱安尼练不间断咧练咯，那每一届着练会成呢。咱咧讲的九练先断，反反自教，加上研真理，吼，研究真理，安尼来对照咧，我敢是讲吼，还阁有障碍，是毋是咱的慈悲心爱搁另外搁用一个物件来甲伊降服？当然，这是爱有赞处，一个手无法度无为，但是咱会当照常入理。和神哥嘛讲啊，不要执意，要认真理，伊就安尼甲咱讲爱认真理，而且讲独现花红于一时，不如相撇不凋零。伊遮咧讲叫咱手办倒的过程，迄物件若哪价值的，伊经过时间的考验就哪济。迄物件若哪价值的，其实伊的历程就是哪艰难。同款咱修学到即个花红，就是顺境啦，就是民族啦，人人欣赏真灿烂、真光彩的一面。讲叫咱毋免欣赏，不如相撇，因为相撇呢。相撇，咱拢知影，伊毋是像环境因缘来的时阵，就知影，人咧讲的是真是假，就知影。咱会当去甲看过去，才会甲讲，因的眼光，因就是看足远，看到终极意义。因为看到眼前的这蝇头小利，因看的是天下利。看的是万世名，因看物敢若看现处时现象界，互较拢安尼想。其实，这个花红，世间人拢安尼讲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。这个花红，哪一个人不喜欢？对一个无爱顺境，对一个无爱人甲赞叹。但是毕竟遐拢会过。唯有咱家己灵性，咱要安怎情归何处？咱的灵性要归何处？这才是究竟。师尊老大爷捌安尼讲，伊讲别人甲咱学乐无一定会上升，别人甲咱气曲、甲咱诽谤嘛无一定会下降。咱最主要修学到咱咧会爱认清楚咱的终极意义，讲咱的目标，咱爱会清楚。咱知影讲修行的意义。咱甲掀开无生大德的高僧传内面，对一个无受过苦难的，咱甲看至圣先师孔夫子，伊当时迄种困难，佮经过500年了后，才由即个另外一个皇帝，佮甲伊封为至圣先师，佮经过500年哦。咱想，而这个过程，咱佮看观世音菩萨。伊当时伊是一个描述公主，考试有时啊，毋是亲朋好友，就是连伊的爸爸都拢要甲考试。讲你安尼，讲较歹，讲千金贵你毋做好，你若要做干要做咯，还是做，拢是安尼在考验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，拢爱经过惨惨的关卡。其实每一个人拢安尼。但是因着一个生世拄着生活世人，就是环境恶劣的时阵，就会当分出真甲假。因此，伫这个当中，咱修学到，当然啦，若要比外口富裕，也去去看
方面呢，这有个人的因缘福报。毋过咱爱认清楚，咱到底咱是为哪事要来行这条路，咱爱会清楚啊。所以讲，圣者因、觉者因用一生的生命，用一生了结生命，可辉煌丹青一张。伊就甲是伊的这个时间投入的时间、金钱、生命，拢甲投资落去。当然，伊到啊，就是咱老母的，吼，到尾啊，老母的，因的终极意义，咱拢有看到啊，吼，咱拢有看到。再来，好老先人讲，修行必须明理，理者如黑暗的明灯，茫然的拐杖，航海之难，苦海的宝法，青色金钟。圣贤的解推，人生的先导，救世的先声，明理才能合理，合理才能归理。那么，学校要来依据一个参考。好了，前讲修行必须爱明理。明理敢有遐重要？明理看敢若无代志的时阵，有听道理甲无听道理，其实差别无济。但是理者如下面这学校，莫用这文字的解释。当咱人生的过程、人生的光阴，其实是无常的。无常就是袂当定定安尼，好囝无一定定定好囝，健康无一定定定健康。水无定定水，修行的过程难免嘛会无风霜，所以讲，伫这个过程，学校本来咧学习的过程，学校就用这语文解用什么叫做保护，但是咱的前辈这慈悲，学校啊想想的去甲伊体会，学校就用家己自身、家己的经历来依据为前人参考。是安怎讲？明理对咱来讲较重要。学校伫94年，就是伫咧4人外前的时阵，94年5月10日，学校大学毕业的前夕，5月10日，甲一个花莲的李伯庆先生发生车祸，对方怎啊来过身去？其实依咱好学。自出世甲大汉，甲进了道场，虽然毋是讲介优秀，但是一切拢是真美好，啥物拢足顺心，前辈才听说。但是经过这个灾难，迄阵发生的时阵，咱的房经理李点文师就甲去满投分局，因为发生这个车祸的事故，就是因学校的头前人员连教官拢来。那班经理甲李点文师放下工课，到暗时12点啊，拢还佫离分所，遐甲咱因为爱处理事件。啊，伫这个过程，连老师嘛是真难听说，咱的前辈者，伫这个过程，学校一直拢无甲讲出来。学校毋是惊人知，学校是惊兄弟姊妹误解讲修学道敢会阁遇到这种代志。但是咱今仔兄弟姊妹在座拢是清教单子人才，嘛是修办道的总前干部，学校从来要来依据前人参考，明理对咱来讲真重要。那么咱学校的查某囝，伊将来毋捌有遮大的打击甲挫折。因为爱面对着民事、刑事两项拢爱面对。伊转到厝，老师讲这哦冲击大，爱甲注意囡仔。伊甲门关起来，伊讲伊要害着咱全家，门关起来。啊，学校的先生赖先生